日本天后濱崎步為咗慶祝入行15週年，將會喺後日推出全新嘅迷你專輯《Love》。佢早前喺網上公開咗主打歌《Song for You》嘅 MV 片段，見到個 MV 入面幾好睇嘅，濱崎步一個人做12個角色，仲喺中間走嚟走去，好似捉棋咁，幾有創意。不過又不過，係啊，而家網上啲網民好厲害噶啦，你做咗啲乜嘢出嚟，佢哋總會抽絲剝繭一下噶。好似呢個 MV 咁啊，就俾人發現原來同已故時裝設計師 Alexander McQueen 嘅2005年嘅一個花生酥上面非常之唔相似啊！兩個望下睇下似唔似？又真係幾似嘅噃。如果你話呢個 MV 嘅 designer 冇睇過 Alexander McQueen 嘅花生酥，我點樣都唔信噶啦。雖則話天下創意都係一大抄嘅啫，咁但係抄還抄，俾多少少改良空間都好啊嘛。